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大湾区做的展览，也是在中国第一次做的一个个人展览。香港跟内地可能有一段时间，就好像就文化上有点差异。这个差异其实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融合的一种元素。像19世纪的西方艺术，像毕加索、莫奈，还有马提斯，还有美国的抽象主义，都有受我们东方的影响。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说中国人，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要把它提升到一个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当代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像拓印这种东西，还有像我们中国的水墨都是比较有一种东方传统的东西在里面的然后但是对我们现代的一个当代的艺术发展来说，我们是不是在从物料上面去有一个突破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那个就是水性的颜料跟西方油性的颜料怎么样可以混合在一起？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物料上的一种突破，还有一种融合。如果我们中国的水墨来说，我们也有画在布料上面的嘛。然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就是说水性的东西才算是我们东方的一种物料呢？主要像是在西方的文明文化里面，他们都有一种宗教性的然后就是在中东那边也是，基本上全世界他们的文化都基于他们的宗教，但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宗教连佛教也不算是我们中国的，但是我们就有我们的一种传统，就像我们的思想家，像老子啊，还有孔子啊那些，所以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没有宗教那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然后我们如果从精神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东方的精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咁海藝廊嘅誕生咧，係我同阿 Chris 一個好微妙一個經歷嚟嘅。咁海藝廊基於我同阿 Chris 一個互相嘅信任啦，同埋我哋幾十年深厚嘅友誼。咁喺1988年咧，我喺蘇格蘭嘅阿伯甸就已經聽聞谷敏超呢個名噶啦，但係嗰陣時我哋唔係好熟，我哋係認識，亦都唔算得係朋友。咁嗰陣時嘅華人咧就成日提起谷敏超啦，咁就話佢為中國華人爭光啊，以佢為榮咁樣嘅。因為當時阿 Chris 咧佢畢業冇幾耐，佢就贏到一個獎，咁就連呢個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嘅教授都會從倫敦飛上去睇佢嘅作品。咁喺80年代咧，咁初出道嘅華人藝術家能夠有咁好嘅成績同埋作品，即係可能都冇幾個，咁甚至乎幾乎係冇咁滯。咁之後咧就我哋喺咗機會就喺愛丁堡就真真正正認識咗作為一個朋友。咁但係大家都冇乜點來往，大家各有各忙。咁後期阿 Chris 咧就落到去倫敦發展佢嘅藝術嘅發展啦。咁因為而我咧都喺倫敦以外嘅，即係嘅地方一個好小嘅餐館。咁因為地理環境嘅因素咧，我哋多咗聯絡啊，
多咗係接觸嘅。咁佢開畫展嘅時候，我都會有去。咁從嗰陣時開始，我就開始收藏佢嘅作品。咁阿 Chris 仲係好特意地為我就創作咗一系列7幅嘅作品。咁我就將佢收藏喺我嘅小餐廳裏面。從嗰陣時開始，我就愛上咗抽象畫。咁樣阿 Chris 響倫敦咁多年嘅藝術嘅創作裏面，佢感受到喺中國華人響英國藝術圈咧得到認同同埋機會咧，即係比較困難啲。咁所以喺2000年咧，佢就回流咗香港，咁就繼續佢個藝術嘅創作。咁喺呢段期間，我哋都雖然我仍然都喺英國，佢係喺香港，但係我哋都好常有交流啊，好深切嘅交流。咁我對於阿 Chris 佢本人嘅作為一個個體，佢嘅人品啦，佢個仁慈啦，佢嘅智慧啊，同埋佢對哲學嘅思想啊，咁係好多時都深深感動我，同埋咧就教佢好多嘢，亦師亦友咁樣。咁佢帶着佢個對藝術嘅認識，咁對藝術嘅歷史咁深厚嘅認識，咁好快佢喺香港咧就已經係得到人認同，得到人認識，而且喺香港嘅藝術圈咧亦都作出好多嘅貢獻。咁我對阿 Chris 嘅認識咧就係佢柴米油鹽咧都係等閒，佢係只會為呢個藝術而折腰。佢寧願自己咧受委屈，但係佢都唔會顛倒呢個藝術嘅真理。佢用佢一生嘅時間，呢個我係可以見證到嘅。無論佢作為一個個體或者作為一個藝術家，我係見證到佢係用咗佢一生嘅時間守護藝術嘅使命同埋個信念。咁呢樣嘢係令我深深嘅感動到。咁喺香港個20幾年嗰個藝術嘅生涯裏面咧，咁 Chris 不斷咁尋求突破佢嘅創作，呢個好多時我見到佢畫作咧，亦都係好震撼、好感動我。佢唔單止喺佢藝術上邊有個突破，佢仲喺地域上邊佢都會突破。咁佢近年咧，佢就喺小欖度有工作室。咁而我咧就喺惠州十人灘就係喺度住，咁咧就好欣賞呢個寧靜優美嘅環境，所以咧我就邀請阿 Chris 嚟度假。佢嚟到之後咧，就見到個環境同我一樣都好愛。咁樣咧，但係呢度個環境雖然係好好，我哋大家都好 enjoy，但係咧就欠缺咗一啲藝術文化嘅氣質。咁所以咧，我就同 Chris 講，我話如果呢度可以有一個畫廊，將你咁優秀咁有份量嘅作品擺喺度，係可以令到十里人灘嘅人都有一個藝術嘅氛圍。你話呢件係咪一件幾美好嘅事咧？就係因為呢一個起心動念，咁海藝廊就係咁樣誕生。